人讲人生70难开始，该做嘛嘅好呢？台中董事杨碧行社企协会理事长张贵仁讲中嘅贵生日，也引人来改种温馨兰，用兰花盆嘅石土来种柳台，个晒到盆栽风。同人讲系天然空气清净机嘅杉树种乡下，伊讲也系环境有枪毛嘅指标，所以柳台会生，杉树如天草会生。因此，安尼嘅生态环境，如系以70岁开始嘅人生计划。一兰花园太可以3分体验法，董事上空遇到火焰虫，遇到维护生态，总归因某些除草剂，固守2-3年来做林登了个草。近半年还有方式要做，下周有人来树温馨兰，叫先剪下来。一对兰花平常时同主人共下谈高兴我，今要谈的是日本歌曲。因为我这个花今天剪了出去，处理之后呢，马上就要送到日本。我为了要让它在这边生活这么久，生长这么久，然后就要移到日本去了，所以这段音乐不要让它有那个乡愁的感觉。原平乡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张贵仁今年74岁嘅，头摆开个精米所，还是坚持做农，佢认为也系根本。佢中国土作、姜枣同梨嘅一道，也今年改种兰花。想讲种业唔是按出力，托盘嘅杜康继续留台，认真环境同湿气度啦，加上我上来一道西田路嘅来也康。是最会吃花的啊，越漂亮的花它越吃啊。古时候大概有这个那道哎。有时候就会找到，所以有青苔的话，它会躲在里面，所以一般种花的人就很讨厌。张贵仁一引流一道田路嘅，唔过种的味道，一同一道西虫嘅小麦苔，就用农药，今年当日较3万头嘅，打造来做成一染田路嘅，变到西干嘅地度，做地当日染嘅几多，做清最味道，一同流台学到讲。这个绿绿的青苔又很疗愈。对，那看起来心情就很舒服。真的很想摸它，毛毛的。陈思发喺董事后上听书团成员，为到同董事社团联络来讨论发通，加上来请张贵仁。我们来到这个园子，会觉得说，哇，这园子是不是荒废了？因为这满地杂草啊，真是。然后在跟理事长接触的过程中，发现说，其实跟理事长跟园子一样，就是你觉得它好像是一个荒废园子，可是它其实满地都是宝。急一点没有关系，这样才会凑起来，不能太，这个比这个稍微大一点，兰花园地度一耐都系薄，佢教陈思发用做嘅几多一些节咧来做盆栽，再个同兰花盆学到讲嘅流台，温度也来种好嘅，再个种3节。张贵仁佢用是为种一道，係因为看到有研究报告讲。3节做得用来净化空气，係天然一等站嘅负离子机，因为社会有安样需求。乡下而且田都是在真简单栽培出来嘅药普叶，那兰花盆都人家是在真简单来栽培出来嘅柳台，其實呢2種喺度配合起來，應該本人看起來會真爽快。木就會真輕鬆。你睇那邊人來發現到大家都真需要嘅東西，我看到咧都非常歡喜，非常愛。拿出檢測空氣污染空氣下邊，張貴仁發現人一到空氣也唔好，長期13年拖延嘅杜康家下 PM2.5嘅輸出係冷，偏到3度康，行出種3節同流台鹽咧，輸出一下就增加到10以上。0哦！我早上來這邊的時候是0。怎麼可能？因為我們兩個在剛剛我還沒拿出來，剛剛拿出來是8嘛，我們看到。對。所以我們的講的話裡面也不是說空氣很舒服的。前2日有啲92歲林生來拜訪佢，同佢講到一博嘅想買田，張貴仁全知道人道事業做人路。92歲、94歲，還愛買山種樹，我種咗清潔15年，
按多百年先咁要法度做两个修行，哎，系统来讲一句话，轻重要的人生观，哦，因为我种树我得唔到唔怕，但是前人种树，后人扎人，有法度做，我这都是落去见下。他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我们未来需要的事情。他虽然说他现在是70岁的人，但是我觉得他做的是未来我们70年的一个基础。中山街小露台，我家同兰花园向下成长，从古人用心中，我其中嘅山街露台一道来改变富圈嘅生态，也人生气息，將開始幫人計劃。